1956年，伴随着白云鄂博采矿的炮声和包钢建设的汽笛，内蒙古科技大学原名包头钢铁学院诞生。1998年，隶属关系由原冶金工业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理。2000年，内蒙古煤炭工业学校并入。2003年更名为内蒙古科技大学。2008年被授予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荣誉称号。2013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得山河之雄浑与灵气，及岁月之垂青与希冀。因祖国和时代的需要与发展，60年岁月淬火，60年百炼成钢。今天的内蒙古科技大学已经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之一，彰显着举足轻重的光华和力量。钢铁与生命，精神与锤炼。和我们的共和国一道，内科大走过了60年风雨历程。一个甲子的时代熔炉，给了它丰厚的淬火和锤炼，也为它60年岁月赢得了辉煌与骄傲。青春期的内科大，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钢铁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钢铁人才演绎出一个民富国强的华章。在高炉钢花飞舞的映衬下，老一代内科大人用他们的知识和青春、拼搏与执着，谱写着百炼成钢的火红篇章。如果说青春期的内科大是靠钢筋铁骨干出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盛年期的内科大就是用品格和业绩为教育事业注入了特定精神的印记。百炼成钢不仅仅概括了一代代内科大人的精神品格，也预言了内科大在新世纪的光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社会创新发展，内蒙古科技大学也在迎着时代的阳光向前奔跑。从2003年正式更名为内蒙古科技大学，2013年博士点的建立，内蒙古科技大学就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质量等方面都走在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的前列。合并、搬迁、深化，学校在变，理念在变，规模在变，师资在变。今天的内科大拥有院部20个，64个本科专业，在校生25000多人。今天的内科大拥有专任教师1300余名，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占84%以上。今天的内科大拥有学校设有院士专家工作站2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一大批重点学科、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研究基地、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星罗棋布，精彩纷呈。今天的内科大已成为以冶金、矿业、煤炭、稀土为特色，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术教育等学科全面协调发展，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教育、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我认为一所中国的好大学，
拥有世界通用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治理体制机制，要具备大师、大楼、大气和大为的4大要素。只有具备这些的大学，才能真正成为人才的摇篮、智慧的心脏、创新的源泉，才能引领社会的发展，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担，才称得上真正的好大学。什么是好大学？社会影响力就是大学的名片。内科大用事实做出了回答。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教师队伍中拥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首批新世纪100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内蒙古首次科教新区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内蒙古首位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内蒙古首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还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特支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等。学校人才队伍建设梯次有序，英才辈出。学校把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到实处，科研实力显著增强。学校近年来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2等奖2项，获内蒙古自然科学1等奖3项，科技进步1等奖8项，在内蒙古高校名列前茅，尊享荣光。学校重视对外合作交流，与多家大型钢铁企业、兄弟院校以及多国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批院士，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罗勒博士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校，开展学术交流或聘任兼职教授，强强牵手，学融天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2010年、2012年2次夺得自治区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团体冠军，2次获得自治区大学生辩论赛本科组冠军，青年才俊不断涌现。学校学生竞技体育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在国内外体育竞赛中获奖牌396枚，其中国际体育竞赛金牌9枚。内科大的选手跑到了奥运会的赛场，在国内外赛场摘金夺银，捷报频传。学校最好的产品是优秀的学生。内蒙古科技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上手快、留得住、后劲足的特色培养，在矿山、在高炉、在鸟巢、在国家大剧院、在许许多多国家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内科大毕业生已经是一份骄傲和光荣的印记。2012年，学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光荣称号。学校党建工作蓬勃开展，不断创新，先后荣获内蒙古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学校、内蒙古高校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被认为是全区最有特色、最具活力的高校之一。百炼成钢，60春秋，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百炼成钢，60春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经过60年的岁月锤炼，今天的内蒙古科技大学风正帆旋，9万里风鹏正举。秉承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校园精神和百炼成钢的校训，作为自治区高校管理改革试点学校，大力推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
民主管理、教授治学的管理体制改革，努力营造学术为本、学业为上、学生为体、学者为魂校园文化生态。内蒙古科技大学正在迈向好大学的道路上，散发出超越往昔的华彩和光芒。